然后下面就是第6个小课板的话呢，就是利益有情之回向，利益有情之回向，蒙蔽如来受记业，化身无数百俱胝，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诸众生，普利一切众生界。前面有个众生界，对，那么就是已经得到了，就是阿弥陀佛的，就是你在这个就是毛师毛地，就是然后获得了什么样的如来，就是名号也是什么样，你的眷属也什么什么等等，就是这些书记以后的话呢，那么当下呢，就是通过这个阿弥陀佛的发愿和这个加持力，然后自己呢，就是一种这个信心力啊，信心力，通过呢，就是禅定和就是一些不可思议的这个威力的话呢，那么自己的身体呢，就是跟这个以往完全是不相同的。自己一个身体的话呢，就是可以幻化成这个无数无边，就是百千万，就是特别多的这种。而且这些每一个身体呢，就是不是什么光是这个发出了一个很多的这个身体啊，就什么都不会做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南京还是在哪里，就是有好多这个青蛙的是全部都是在路上，就是在照片上都是满地都是那个就是青蛙，但是他们都是傻傻子在那等那个游客来就是采食，就这样不是这样的，就是极乐世界就是说幻化出来的话呢，全部都是有这个无量无边的尽所有者和入所有者，这非常有这个智慧的。这种智慧呢，就是完全是就是利益众生的啊，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广大遍十方的啊，就是普利就是一切众生，就是所以就是这些呢就完全是让这个众生呢就是得到这个解脱，用智慧以方便方法，以这个三教法呢就是进行就是对他们就是宣说这个。其实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啊，幻化无量无边的这个身体来说化众生的话，让众生的心相续当中的无明这个牵著，贪嗔痴这个牵著，让他呢就真正能获得了这种智慧啊、悲心啊，还有这个力量啊等等，就是这样的。除此之外的话呢，并不是这些极乐世界的这个化身来，就是让他们一定要就是修房子啊，就是让他们就是什么就是天天都是快快乐乐，这是。对，暂时就是可能有些不晓得，稍微三巧方面也许可能有的，但最终的目的的话呢，终身就是离开这个烦恼就是那个也是那个西方发愿文当中呢，就是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分身分身无数就是便于这个释放，就是分身这个无数便于这个释放，以这个不可思议呢就是自在这个神通，然后种种方便什么种种方便度脱这个众生。有这样的这个校正，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就是菩萨的话呢，他这个分身就是无数无边的，然后呢，就是全部都是以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发心力，就是在众生面前就是显现种种方便，就是度脱众生。所以我想呢，这个像那个普门品当中也是讲的吧，就是普门品当中呢，就是菩萨呢，就是化身于这个什么沙门比丘还有那个国王婆罗门就是甚至就是有很多这个这个妓女猎人等等，就是在华严经很多里面呢，就是也讲了，就是菩萨的种种的这个化现呢，我们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在哪一个众生界当中，就是如果有理的话呢，他会这个显现这样的这个身体来，就是会这个度化众生的。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没有这个很多菩萨呢？就是显现一般的这个身相呢，绝对是这个有的。但是我们不一定就是让这个发现，就是不一定发现。其实跟这些人就是结缘也好，说话也好，甚至呢就是跟这些就是一般的就是同流合污，表面上看来同流合污的话，实际上呢就是这是一种这个三教方便。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就是观这个清净心，另一方面呢就是也要应该就是想到了，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以后的话呢，有无数的这种这个菩萨呢，就是他会这个饶益众生。因此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从这个偈颂当中的话呢，也是知道就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是不是天天的事，就是大家吃好穿好，就是坐在那里，就是不是现在的有些退休生的老干部一样的，就是每天都是没事，就是到这个茶馆里面去，就喝一点浓浓的黑茶，就是然后呢，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喝一点酒，就是路上也是好像就是走路都是颠颠倒倒的，就是然后第二天呢，就是开始去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应该就说是自相续当中的功德这个全部圆满，但是这种圆满呢，就一定要就是会发挥到就是利益众生上面所以我们
在座的很多道友啊，就是在营地的时候，现在我们在这个人间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培养这样的这种爱心也好，这利他心也好啊，我们就觉得是极乐世界是非常亲近的这个差度，但是到哪里的时候呢，主要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利益众生的。那么其他的这个极乐世界有没有什么这个所有的这些菩萨，就是那么多的菩萨呢，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工作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有些人认为是会不会极乐世界呢？是一种就相当于是一种幻化一样的，就是没有这个真实的，就是会不会这样呢？这是强本仁波切也是在这个说过的，就是极乐世界是跟我们现在这个人间一样的，就是真真实实的这个存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是对一个真正这个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就是在这里现在就是过的这个时间一模一样的，就是到哪里是完全跟这个现在这里的这个生活方式肯定不相同的，我们天天都是为了自己而这个吃吃喝喝的。到哪里的话呢，就是不像我们现在这里那样的很辛苦很痛苦，不会这样的。但是确实也是器世界和有情世界是完全就是存在的，就是这是我也在想，就是这是完全就是存在这样的。为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孤陋寡闻的人呢，好像自己没有去过的话呢，就是你到一个国家去的时候，原来是在这个地方有这么样国家。比如说你去南非的时候呢，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这么多的特别可怜的这个众生呢。然后你又到去什么这个现在好像他们经济也不是很好的，以前那个经济比较好的时候的，像美国日本呢，到了那边以后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是又那么亲近的，就是那么这个财富圆满的，就是这是好像我们一般普通人的话呢，就是到了那里以后的有特别就是明显的一种这个感觉。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就是这些人呢，真正这个发愿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当时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以后，确实有这样的，就是完全不是一种这个幻想或者是一种做梦一样的，就是一种这个迷迷糊糊的这个状态，或者是一种境界就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是所以前辈大德在这方面呢，有很多的这个文字，只不过是我们和许多人呢，就是在这方面也是不了解，就是然后写着写说的一些。这种资料的话呢，就是也比较多，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很多思想呢，就是一种浑浊不堪的，就是可以说是对真理方面呢，还是比较这个少就是一定要就是在这方面就是进行这个从事。所以在这里归根结底呢，就是说，往生到极乐世界获得了佛的那种这个受记以后的话呢，还是会这个利益众生就是利益众生是所以呢，法王如意宝就是我记得是在最后那个我们极乐法会的时候呢，就是他是在这个秋天，就是最后这个给所有的这个四众弟子都是说过的，就是他说我们这次这个极乐法会的话呢，就是人来的特别多，那么对我来讲呢，就是也许是这个最后一次这个参加这个极乐法会的，但愿呢就是不要这样的，以后肯定也许是会有的。但如果这个以后就是没有这个参加极乐法会，我就离开了这个世间的话呢，就法王说我这个不可能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就是会这个转到这个人间来。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我的这个坏态的时间没有过的时候呢，就认定一个转世灵通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我如果有自由的话呢，我一定会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并且呢，就是面前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就是像莲花般的细腻的这个树呢，就是但愿就是放在我的这个头上，然后呢，就是圆满自责，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然后呢，我以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发愿力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呢，就是显现无量无边的这个化身，就是这个时候呢，我特别的也会关注，就是我的这个家乡和对这个有缘的这个弟子，就是反正就是秋天的时候呢，就是诸如此类的。以前有一个光盘，我在很多年以前听的。大概的内容应该是，应该是这些吧，就是然后法王秋天极乐法会的时候呢，就是确实也是这个说了这句，听了以后的话呢，就好像很惊讶的哇，就是那个时候的是已经就是法王的这个说完了，就是自己这个未来的一切的这种事情，就是然后呢这个再过大概是冬天的时候呢，就是实现圆寂的，因为法王的这一句话的金刚语呢，就是我们也按理来讲是在藏传佛教的这种传统。
统规矩当中的话呢，也经常就是寻找一些这个上师的转世灵通啊，就是也有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也法王也没有说是我这个永远不会转世，就是现在有些这个包括有些领导啊，就是都说是法王说了，就是法王从来不会转世的，就有些是这样说的。但是这句话都是不真实，就是也法王为什么不转世？就是这个法王转世的话呢，就是也有种种方式来这个转世，就这倒是没有说。但是法王说这是真实呢，就是不会有。如果我有自由的话呢，我一定会是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就是所以说呢，到这个现在，就是现在为止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就是除了就是唱歌，就是法王这个长远再来，长远再来，就是但实际上呢，就是也没有就是寻找就是他老人家的这个这种这个转世灵通啊，就是转世灵通，他应该讲呢，我们也是有这个信心，就是一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但我们同时呢，在座的很多道友，就是以前有些人是已经就见过这个上师如意宝的，有些人没有这个见过。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对这样的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呢，确实大家是有缘，就是已经结上了这种三缘。那结上这种三缘的人呢，我们共同这个发愿就比如说开极乐寺法会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共同就是念完那个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等等，然后开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呢，大家共同就是忏悔，就是目的呢就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同时我们修持密法的话呢，那就像最深的这个密法呢，就是法王如意宝的，就是那个就是书中持佛，就是文殊大圆满。但文殊大圆满的最后的这个结局的话，那就是也是就是往生极乐世界，自己的心就变成白色的子，融入自己的这个上师无二无别的就是融入上师，就是然后呢就是去入这个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法。所以我在想呢，我们这个大家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这种信心就是有了这样的信心以后的话呢，就可以这个往生。就是那么可以这个普利就是一切这个众生劫，